位于南区新建路甲新兴路口，最近因为大型餐饮业者的进驻，加上未来还有册店，附近的商机无限。加上农历春节就要来到，附近的里长反映，车潮甲停车将是一大的问题。因此，透过议员林美燕，希望争取增设停车场，上午会同交通局停车工程科来会勘，希望释出新建路甲新兴路。一块占地大约2200平的国有土地。停车问题是现在面临最大一个问题啦，在我们新兴路跟新建路这个地方，本来停车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那最近因为配合我们探索马里还有成品的进驻我们起效17个停车格，两位里长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啦。尤其现在又面临要过年过节了所以大家很多返乡的好朋友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有看到在新建跟新溪这边有一块很大块的将近2200多坪的空地里面。我们交通局也赶快及时的去做规划是国产署的土地即将会规划成差不多未来是250个位置那可是因为来不及把它规划完成，应急到过年节，所以现在两位里长跟我们就请交通局现阶段先做初步的整地，然后在24号就即将开放给我们民众为期11天的免费停车啦。对此，市府交通局科长回应，目前已经甲国有财产署来合作，要来争取拆建停车场，预计农历过年以后会来增建。5月底就应该完工。这块地大概是那个7500平方公尺，大概2200平左右。那我们现在跟国产署在合作批建停车场，那预计会在过农历年完成，农历年过后会开始施工。那工期预计大概130天左右，预计希望可以在今年年中完成批建。那完成批建之后，会是一个收费停车场。1月24号中午12点到2月3号中午12点这段时间，暂时开放让民众免费停了。那过完年后再请各位民众把车辆移出来，我们要开始施工。这块占地大约2200平的国有土地，预计拆建停车场以后，会用来容纳250台的汽车。至于农历春节期间，市府交通局嘛成立诊平，提供民众作为临时的免费停车。农历春节过后，会来开始进行施工。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